咁啊，Anson，今日好多謝咧，今日你俾個時間我去講關於一個終身保障建議啦。咁 mainly 咧，我哋都唔會集中去講計劃書嘅。before 講計劃書之前咧，我哋都會講一講 concept，等你去明白咗究竟保險嘅原理係啲咩先嘅。咁陣有啲咩唔明白咧，都可以隨時話俾我知嘅。好，咁啊，保險其實係一個理財三角形啦，最底係一個風險管理。咁啊，最大嘅四大類別咧就係人壽、危疾、醫療、意外。人壽就係身故賠償啦，即係不touch wood 過咗身嘅話咧，就賠俾我哋嘅受益人啦。危疾咧就係假設患上一啲大病，例如癌症、中風、心臟病咧，我哋會即時保證賠一筆現金賠償。一般嚟講咧，保費不變，保障終身，代替自己成為家中經濟支柱嘅。而醫療保險咧就係一啲醫療賠償，咁啊譬如一啲住院嘅費用啊、手術費用等等啦，亦都可以俾自己扣稅用嘅，自願醫保啊，可以俾我哋扣稅用嘅。咁啊一般嚟講咧，你願意俾錢咧都有終身嘅保障，實報實銷嘅。咁啊最尾咧就係一個意外保險。意外保險咧包括大意外同埋小意外。大意外咧係身故截肢、交通意外有事嘅話離開咗有得賠償，或者細意外跌傷撞傷或者可能運動受傷咧，靠一啲物理治療都可以做實報實銷嘅。所以咧危疾同住院咧有一個互補嘅關係嘅。危疾係一個 income protection， 而醫保係住院開支。不幸咧如果出事嘅話咧，你同屋企人咧就有錢生活有病可醫啦。而危疾同醫保咧就好似着衫同着褲嘅關係。一個人咧唔會着衫唔着褲出街，或者着褲唔着衫出街嘅，所以兩樣嘢都要兼備。今日咧我哋最主要咧都會講風險管理嘅，跟住其次就係財富管理，最尾就係投資嘅。咁如果我哋冇做好風險管理嘅話咧，其實我哋做幾多錢或者投資咧都冇用嘅。OK？好，咁下一版你會見到咧，假設你一架鐵達尼號撞上一個冰山，直接嘅損失咧係一啲醫療同埋手術嘅開支，呢啲係做實報實銷嘅賠償嘅。但問題隱藏住咧，家庭有各種嘅經濟負擔，可能冇一份工啦，出院後嘅療養開支啦，動用存款或者變賣資產嘅損失啦，或者屋企人照顧你而放棄工作嘅收入嘅損失。咁啊，舉個為例啦，假設你而家見到一個經紀咧，好似我咁樣，好勤力、好用心去為客戶服務咧，去賺取佣金。其實個目的咧就係養活佢嘅屋企人啦，包括佢爹哋媽咪啦、未來女朋友啦，同埋佢屋企好多隻唔同嘅寵物啦。但係如果假設呢個咁勤力嘅經紀咧，已經冇辦法好似而家咁樣咁努力去見客去賺取收入嘅話咧，其實佢就需要一個大嘅保險金，然之後去應對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要買足夠嘅危疾保險啦。OK，跟到嘛？好，下一版你會見到咧，醫保咧我哋有四大原因嘅。一，人口老化嘅問題啦，香港人口老化咧令到公立醫院嘅設施供不應求，咁所以咧其實日的費用日漸增加啦。同時間咧其實咧各類型嘅消費物價指數都貴，譬如我哋今日飲緊呢杯 Starbucks latte， 可能20年前咧都係20零蚊嘅啫，但係依家我哋大學畢業後做咗幾年嘢咧已經係40幾50蚊。其實 Starbucks latte 會貴咧，其實藥費都會貴嘅，咁所以醫保亦都會隨之咁樣越嚟越貴啦。咁更加再論者咧就係一啲